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台中的警方巡逻发现，嗰个可疑的车辆要甲临检，驾驶袂接受，是油门打落，赶紧来绕跑，最后是车弹的人用走的。其中坐伫个副驾驶座的乘客是走去坐阮地下停车场咪起来，警方一路录，一路大声一直喊休，最后甲人逮捕，搁伫边仔找着互伊弹掉的毒品。 安非他命，一个查，原来这是一个逃走的移工。警方巡逻发现，头前一台银色轿车鬼鬼祟祟，得甲炸了个。看个证件。想要到驾驶唔配合，打油门，伫巷仔内弄来弄去，经过河南甲文心路口，也毋过因为头前车实在伤济，车顶两个人直接落车，其中坐伫个副驾驶座的查甫人直接走入去坐阮地下停车场。 逃逸啊！逃跑的，只有逃跑而已吗？哪有什么好跑的？道件影响到坐阮乘客安全，阮警是哪种哪化休，成功伫咧机车停车场内底将人逮捕，搁查到毒品安非他命。其中一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更闯入捷运地下停车场，企图摆脱追捕。 但仍遭员警当场查获，依法送办。双手封扣起来，查甫人甲驾驶拢是逃走的移工，平常时拢会做伙赛车，登去徛街，都是要避警方的拦查。目前驾驶家己走路，警方将要扩大调电杆，要将人追缉到案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